沉默的秒針，冥冥中給我輕輕感應這共振，如一夜陣陣停落的秒針，如潮浪般發生，護住兩如風，如夢將陷入笨中，我兩手空空。我那个时候19、20岁啊，我当然觉得自己很帅，哇，那么多钱，3天去东京花50几万，买了台 Ferrari。但现在我遇到了一半很坏的人，所以我需要你们微信给我转账300块，哦不，是300亿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於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針，冥冥中給我輕輕感應這共振，如一夜陣陣停落的秒針。